月底前捐地，四叔狂掃恒地。四叔話捐地都有段時間啦，同政府傾咗咁耐，市場就放風，細節大致達成共識噶啦，最快喺今個月底就會公布。四叔唔知係咪睇好捐地後會令恒基股價靚仔，連續6個交易日大手增持恒地啊！上個禮拜五仲拎出2億掃貨添，創2年以嚟單日最高增持金額。其實四叔年年增持都億聲噶啦，就好似舊年48個交易日內用咗8億幾去增持股份，今次就特別勁。呢6個交易日已經掃咗近6億5千萬啦，一日平均1億，同埋星期一成交繼續高企。四叔睇嚟未掃完貨啊！呢排咧啲本地地產股又跌咗落嚟啊嘛，咁所以變咗就更加股價吸引啦。如果佢能夠捐地而導致到咧政府去發展東北嘅話咧，咁佢嗰個土地儲備方面咧個價值就更加係大啦。亦有分佬話，四叔喺每年業績會後都會入市增持，只不過今年力度明顯較強啊。估計四叔大手掃貨同睇好恒地捐地後喺新界東北發展前景不無關係啦。